新增嘅機動遊戲區咧，聽日就啟用。不過有市民就話，即使係有新嘅園區，但係由於兩個主題公園喺今年暑假之後先後加價超過咗1成，始終係會影響到佢哋入場嘅意欲。3、2、1，全新嘅機動遊戲區叫動感天地，趕得切喺聖誕檔期之前開幕。裏面以6款刺激嘅機動遊戲做賣點，目前一個懸空過山車咁最受注目。出席開幕禮之後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都親身試玩新嘅遊戲。不過有市民話，雖然樂園擴建咗，但9月嘅時候加咗價，影響佢哋嘅入場意欲。即係加價少少啦。點解啊？咁始終而家百物騰貴啊嘛。兩大嘅主題樂園咧，相繼喺暑假之後加價同埋擴展園區。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就話，預計喺聖誕檔期咧，入場嘅人次至少增加近2成。佢又承諾短期之內都唔會再加價。How do I expect the new launch of Disneyland and now we have Thrill Mountain? Well, I'll let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be the judge. 盛智文又話，希望樂園嘅酒店工程最快喺出年第1季完成招標等嘅工作，期望酒店可以喺2015年落成，有助帶動人流。鳳凰衛視記者李靜瑜報導。